空军的这个青泉港基地，今早起发生重大意外，早起11点外时阵呢，这 IDF 战机执行扣落来了后的检查任务的时阵，数一名涉外士官长，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，去互这发动机竖入去，造成重伤救无回来。空军司令部表示讲，会配合调查，也会检讨相关的流程。 知影查某囝不幸罹难的消息，老母赶到病院，哭甲要昏去，连徛也徛袂知。空军青泉港基地传出意外，一位41岁姓吴的士官长，日透早执行 IDF 战机到地检查的时，好也被关车发动机架入去，当场是失去喘气，紧急送医抢救，也是伫10点38分宣告死亡。上午执行飞机关车前检查时。 胡姓士官长因不明原因遭发动机吸入，经紧急送医后宣告不治。空军对造成此案深表哀痛与不舍。当地区长代表市府送家属慰问金，空军是表达遗憾，表示会配合相关单位调查，并且检讨工作流程。目前基地已经暂停 IDF 战机起飞，进行意外调查。死者姓吴的士官长已经做18年的军人，目前住伫清水区的官舍。 去年才对内勤的单位调做外勤，并且担任士官长。军事专家推测讲，可能伫机确保执行无人机关车进前的检查时，无照标准的流程。他走捷径，你知不知道？就是走捷径就被吸进去了。有时候有个草坪，你会它转个要转直角，但是你就转一个斜角嘛，那就吸进去了。发动机它在运转的时候要吸入大量的空气，每分钟可能是高达1吨或2吨的空气。 每平方英尺会有将近102磅的这吸力，相当于40公斤。所以人类如果是标准70公斤的这个重量，很容易就被发动机吸入了。军事专家指出，战机伫执行检查进前，应该由地勤人员予因明确的指令，作业人员才会当接近航空器。技术执行 SOP 过程当中无够确实，发动机佮有吸力的时伤过接近，才会致死意外。详细原因，该进一步调查确认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